国防部公布，中国解放军航空母舰山东号出现伫个台海，是对台湾海峡伊个西边来向南去。国军是专程掌握，而且有派兵监控。而且这山东号伫5月27也捌通过台海，就专家认为讲，这和南海紧张的局势是有关系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问中国行程，佮在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。不过一日开了后，中共航艦就出现伫台海。国防部立即公布，山东号航艦编队沿台湾海峡以西向南航行。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，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，并检派适切兵力监控应处。国防部当时也查到中共军机19架次、共艦5架次伫台海周边来活动。山东号4月7号通过巴士海峡，进入西太平洋演训，并且参加对台军演。了后伫4月下旬回航。5月27，航艦编队也捌通过台湾海峡。这摆南下，专家研判是甲南海紧张的情势有关系。也就是美日的这个军演，还有就是菲律宾就是对于这个仁爱礁的一些做法，中国它把航舰作为一个外交权力工具的使用，来展现它国家意志的一个做法。这时阵，空军第6联队甲陆军党支部伫台东地区执行军用物资空投甲接受作业训练。想想东部前线真需要物资的资源，降落线伫空中展开，画面真壮观，就是训练官兵跨军种的合作甲战地补给的实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